下室是啥？无啦，我就拢去地下室。咱拢知影地下室，甲咱同时间嘛有咧聚会对无？啊，地下室的人甲我讲吼，啊，你即摆会使起来，个步步高升会使起来到2楼啊啦！感谢上帝吼，已经来伫咱中间，应该是第2遍来咱中间来聚会吼。啊，我看到咱的社区愈来愈侪人较无上帝会听，因为上帝会听，会互咱的生命变无共款，带来完全的医治，互咱生命会当甲上帝甲人来符合好好，咱嘛会当得到上帝伊支持甲引带，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主，阮伫你的殿院中，阮来敬拜阿罗你。主，阮搁一遍领受主你的听。主啊，你的意思，你的旨意，就是你无爱有一个人沉沦，你爱人人落地救。主，阮为着文化甲美小。因母仔囝所因所领受、因所决定的，主是何等会激励阮的心。主，你知阮的心，阮有真济阮还阁看路，还未信主的亲情，阮的好朋友，特别是阮的至亲。主，阮有望，因为主你的心意就是伫今年度，主你要互迦南教会要得多结果子。主啊，要互众人拢因为主你的听来正做主你的囝儿，得到安尼的福气，福气要满满，要溢出来，溢到这世界，溢到这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互这个国家搁活起来，互这个国家搁有望起来。主，阮感谢你，恳求你来启示阮今仔日读你的经文，互阮搁较知影要安怎来敬拜来学老主，因为主你已经备办所有的恩典。主，你已经启动了，主啊，阮就是对你，阮互信心的风来带领，就是主，恳求你，互阮听了明白，阁会当去实现起来。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伫咱的教会有一幅图真水，就是丽芳兄伫咱的这个墙壁遐，就是回应咱今年度咱的主题，就是咱有一个目标，就是咱要做主的门徒，结果子，多结果子。其实因为上帝有应允，伫咱拄则所读的圣经启应内面就讲，主讲伊是葡萄树，咱是安那叶子子，咱甲伊连结。伊伫咱伫伊的内面，伊伫咱的内面，咱就要来结果子。结果子是每一丛拢会结果子吗？应该毋是嘛。安怎才会结果子？好树啦，好树才会结好果子。若这丛树是歹的，伊当然伊无法度来结果子。所以伫伊的第1礼拜，牧师就讲，咱透过以弗所书保罗写互以弗所的教会咱就来知有主耶稣甲主来连结的，咱就有机会成做一丛好的树，咱就安那会当来结果子。什么人会当结果子？长礼拜牧师就讲，上帝也有竞选啥人？你来。就是你，咱要安怎用？我来就是我。主已经呼召咱，伊爱每一个人拢当做伊的囝儿，总是咱听见嘛，总是咱对伊嘛，咱有回应咱的主嘛。咱要来看一个影片，上帝日头照好人嘛，照歹人。上帝恩典要爱每一个人拢得救，总是。真的每一个人拢会得救吗？没有声音哈。无要紧，咱会当看，这是什么树？又看麦，昨青年又讲这啥？槟榔树有成无？该成嘞！有人讲什么？有人讲枇杷有人举手啊！榴莲较有可能，后壁嘛有人。不是来，咱这拢专家哦。槟榔嘛，哎呦，阿西讲，槟榔嘛，无花果，还佫有昨青年有一个甲我讲，西瓜，好，甲我会记哩，西瓜跳入树海，看你要安那。哇，开花哦！哇，要结果子
记哦，你摇着袂？什么？榴莲，总是每一粒拢榴莲，这张树我敢挡会掉？咱来看哦，开花结果，哇！长得跟荔枝一样哦，啊、真的是榴莲啊、太重了，丽佳哇！啊，谢谢榴莲，哎，你有感觉无？那会无几粒啊？啊，拄只遐是安那？哈？哈，好啊，停，谢谢哈。哎，唔是每一个拢有法度安那，甲大汉啊。有诶咯，已经安那被挤压掉了嘛，兄弟姊妹，咱若是无牵掉的主啊，咱安那就可惜了。主要救你呢，啊，你都无甲主牵掉的，你都安那，哎呀，你无法度开花结果啊，吼。所以咱就是要来明白一个，伊拢要救，而且你已经起蹦啊呢。所以咱用这个安那，已经起蹦啊哦，吼，神已经启动了啊，我们有没有？神也赐给我们，上帝嘛，享受互咱这个稳定的锁匙哦。咱有去开无？吼，已经互咱啊，咱就爱来回应，咱来明白这个已经起蹦的主，伊互咱有七个动力、动力，哈。啊，咱伫今年，咱就是要第一季，咱要对以弗所书啊来熟悉啊，这位上帝哈。啊，咱来简单来前情摘要，就是保罗要对教会，对以弗所的教会，嘛是对迦南教会，要搁一遍来提醒咱。伫经文的开始，第一章第一节甲第二节，问好了后。头一项代志，到上帝的面前，到人的面前，头一项代志就是安那俄罗。咱要看今仔日的经文，伊透过安那俄罗圣爸，而且要俄罗安那圣囝，而且圣神。哦，咱拄则有看，都是安尼。咱今则哇，这个俄罗的诗歌，就是主伫咱内面，互咱的福气。好，所以就是三位一体，咱来看哦。啊，咱等一个足道牧师嘛会透过圣爸、圣囝、圣神，主用无共款啊的一个角度啊，伫个咱的生命中间。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榜样的教会，伊干那一项去用指责伫启示录，讲伊是安那忘了起初的爱，他们没有爱了吗？不是。这个翻译小小啊，咱爱调整者。即嘛愈来愈侪圣经学家讲，不是他没有起初的爱情，有，他仍然有起初的爱情，只是他把那个爱放在不是第一顺位。安尼，这个意思，不是第一顺位，兄弟姊妹，咱第一顺位是啥物？是制度吗？是传统吗？是理所当然吗？你无甲上帝听，放伫上头前。所以人讲信、望、爱。如果没有什么爱，你敢那信，敢那望，最大的是什么？爱。伊敢那这个去互啊，这个伫约翰启示录的时阵啊，去启示，互主家启示，讲以弗所一点尔而已。无以弗所教会实在是一个模范哦。咱来看以弗所是伫什么所在？看这个影片，咱就知即摆以弗所伫即摆土耳其哈。啊，牧师11月今年啊，要带队哦，哈，咱有意爱来看，即马以弗所，咱看这影片好吗？好，咱看这影片就知以弗所顶礼拜牧师所讲的是一个图像了，即马咱要看立体的以弗所的教会。Extremely upset by all the idols he saw around. When Paul starts to talk to people in the market, he actually showed great respect for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We might have expected to attack our worship. As a matter of fact, he actually quotes from their poem, including one poem dedicated to God Zeus. How to explain gentle 可以重新吗？ Well, I as an application 好， of 不 his 要 own 紧 principle, 哦， which 我 is 们 in 再 1重新再一 Corinthians, 次哈。 that he's become 好 all to all men. 你要讲到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即马呢已经无存在，总是伊伫圣经中间，阁有真济真好的教导，要来甲咱讲以弗所教会伫什么所在、什么情形，好，咱要来看。Luke describes being extremely upset by all the idols he saw around.
When Paul starts to talk to people in the market, 好， he 没 has 关 to show 系 respect for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好，咱有 We 机 might have 會 expected to attack 再 our 過來 worship 看， as 啊 our 是咱當時會使看網絡的第一場，咱有播出來哈，啊我嘛有這個 DVD， 咱會當來看哦哈。好，咱就來看講，以弗所教會，咱的主是安那啊，甲伊啊教導，又透過保羅哈，是要安那啊來伊來學習。好，咱來看以弗所，簡單咱概覽哈，我們先概覽一下。登禮拜哈，牧師有講啊，前3章是我們跟上帝的關係，後3章是跟人的關係，就是第12個安那直的。咱要甲上帝關係1到3章，然後橫的呢就是4到6章，就是1到3章要講佇咱內面當講即個救恩是對倒位來的，來4到6章咱要安那外口來做成即個救恩，頭前要教導咱，後壁要講咱的安那責任。哦，咱是靠什麼得救的？咱當然毋是靠咱家己，是靠耶穌基督。伫實個頂的保護，然後咧，咱得救是為着什麼啊？為了什麼得救的？我們就是要來回應主的下面，互咱因信稱義，聖罪定心再來，是一個無罪的，總是4到6章要互叫咱聽做聖潔的生活，咱因信來成聖，要安怎一步一步來行？咱先得到頭棒，然後咧。咱要安怎回應？咱要安怎來生活？咱來尊重咱的主啊，然後咧，咱要安怎甲上帝話應用出來？就是講上帝主權，互咱真濟新的人，真濟主的囝兒，然後呢，然後咱的責任是啥物？主的旨意能力，然後咧，咱就愛起來。伫行事做人行事為人，咱有屬靈的征戰，總是主有甲咱講一個使用手冊，4到6章，咱照安尼來行。伫教會內面，福音是伫對主來的，咱教會就愛真濟平台，所以咱教會有一個社區的事工，真濟平台。互外口的人會當入來，今仔日樓骹，吼，咱就有為着社區的事工佇募款，互人會當入來，咱教會愈來愈濟對社區來心知因奉獻。今仔日就有一個咱的社區的姊妹奉獻伊足愛的衫，真濟安那，真濟一個捐出來。若是有人有需要，伊就這毋是咱教會的人哦，是咱社區的人，伊願意。甲伊上好的物件捐出來，這就是安那咱教會要做的。所以今仔日咱就是做一個整理，佇第3節，第1章第3節，一直到這個14節。咱今仔雖然敢若讀到12節，總是咱就要來做一個整理，就是上帝已經啟動成長，咱若甲伊來連結，咱的性命就要得到成長，要真濟好樹，咱結果子就足自然的。袂講定甲奈落即個設定對象定甲足艱苦，無足自然的。咱真濟一個好事，因為主已經備辦所有的一個問題。頭一個，伊啟動的能力，伊都是安那，伊賜福滿滿，互咱佇伊的賜福內面，咱有新的生命，閣有各種屬靈的福氣。即當禮拜牧師有講過，所以當禮拜有牧師佇這7項中間，伊已經講4項，我今仔日簡單淺摘要，就是第一個，伊先賜福互咱，即個原意呢，攏是祝福，攏是安那講好話啦。兄弟姊妹，咱到主的面前，咱就先講好話。今仔日保羅嘛，甲咱示範哦。當伊寫批以弗所教會的時陣，伊就先安那講好話，對象講好話，對上帝來講好話。吼，頌讚就是對上帝來講好話。主啊，你是安怎的主？兄弟姊妹，是咱的主需要人甲伊拍馬屁，干嘛呢？是毋是？毋是，要無是安怎愛講好話？是為着啥講的？為着咱。上帝袂因為你無甲伊頌讚，你無甲伊講好話，伊就變啦，變弱。袂，上帝同款偉大，伊同款是全能全知的全人全知全在的神，
是安那，咱爱颂赞，对神来颂赞，因为咱人需要来对上帝讲好话。当咱对上帝讲话，讲主啊，你是大权能的主，安尼我这小可的代志，哎呦，对你来讲小可啊，我就安心啊。主啊，你是公义的主，所以我即马安那去用欺负主，你嘛知，因为你是全知全能的神啊，我就放心啊。主你知就好啊，你知上重要。所以伫个即个根本就知，咱搁一遍学习，咱到主的面前，祈祷也好，咱甲人相处嘛好，甲教会嘛甲头一个对上帝讲，主啊，你听即个人，主啊，你创造伊，哇，主啊，你是即个美好的主。当你若安尼讲的时阵，你的堂姐堂妹，游牧师的堂姐堂妹，咱敢知？什么人？啊，躺在他旁边的啦，吼，堂姐讲堂姐，啊，若我是啥？躺啥？堂弟啦，堂哥，堂哥躺在旁边，吼，你著气到要害去吼。啊，上帝安那讲咱安那，袂使生气安那。到日落呢，啊，著打要困啊，啊，搁咧生气到要害去。尤其过年的时阵，对无吼？迄足气的呢。共款查某人吼，因兜4、5个姐妹，啊，拢逐个遐咧食果子，啊，捻喙鬚，吼，啊，咱著爱安那。迄毋是我讲的哈，这我用这个。你拢规北啊呐，规北火嘛吼。总是你啊来到上帝面前，我主啊，我感谢你，我感谢你30年前，主啊，你互阮结婚，主啊，因为你是美好的主，啊，你就想到美好的代志，愈想愈侪，你想你讲好佳哉你有伫，好佳哉有嫁你，我若无嫁你，就无人要娶我啊。哇，你的心就安那开了吼，你就感谢是。咱对上帝、对人，拢是先对讲好话开始，敢好？决定无？安尼你今年就无共款哦，哈！颂赞，所以以弗所书，咱就看见对3节甲14节，就是阿拉这位上帝。然后后礼拜开始哦，就是安那一个祈祷，为着以弗所来祈祷，哈！你讲颂赞我倒无输倒我较讲就讲袂出来啦。你好，我都毋知好咧倒。上帝互咱赏赐足济咧，你也想看看这大自然，这大东呢？哇，主啊，你创造这有够奇妙的啦！主啊，这个足重的金仔嘛是开始学了出来对吼？咱结婚迄个金仔摕来看看的嘛吼？主啊，你所赏赐的遮尔水吼，连什么？连有人去雪地嘛，感觉雪很漂亮啊，这是上帝所创造。你哪会无学了？尤其是运动，当你哪去运动，你感觉讲我敢若足喘，我敢若喘袂去啊！你就会感觉讲上帝赏赐的空气哇尔好，你就感觉讲哇，我还阁活地呢，我还可以喘的呢，哇好的代志。当咱若做安尼的时阵，咱仰天来看。足感动的主啊！这你是创造这么美好的主，是人爱对上帝来学了。换句话讲，当你学了，主就对你安那祝福满满。今仔经文，咱搁一遍来听领受上帝经选，上伊囝儿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伊上天安那放下信心伫咱内面来吸引。你毋知的，但是主安那，你看袂到的世界，拢知你是属什么人的。这就是安那，咱到主的面前，咱有这个福分，咱有发现无？第一章，敢若14节中间讲到几遍耶稣基督，我帮咱大家算好啊，15遍。你若甲这耶稣基督拢甲摕起来，有顺啊无顺啊？哎哟，搁较顺啊！安那搁较顺？袂读甲，这若是原文吼，这句是对头啊50几字哦，拢无休，拢无倒点哦，是咱共翻译啊够休哦。一口气赞美神啊，而且多了耶稣基督是安那？亲爱兄弟姊妹，你若无耶稣基督，你安那学了，对人的学了，拢安那无彩工啦。人会讲你安那拍马屁。亲爱兄弟姊妹，搁一遍来提醒咱甲人的关系，若无耶稣基督做咱救赎咱，
互咱有新的生命。咱对人对各种的代志，拢是无采工。伫真奇妙哦！伫以弗所的前3章，拢讲到耶稣基督。恁登去看卖啊，后壁3章，毋是讲耶稣基督，讲啥物？卖个关子，下一次我来告诉大家，你们可以回去找看看。下一个章节，你就看到保罗伊的重点是伫倒位。所以，咱搁一遍来知，咱过去是亚当，是旧的，是堕落，是迄个得罪上帝。咱古早甲基督无关系，咱伫基督内面，咱就安那福气满出来啊！你有看到上细汉迄字无？迄字写啥？啊，没有神就没有希望啦，兄弟姊妹，你都讲啊，我愈来愈无力啦。是，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么重要哦。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才有迄4字紫色的，咱斗阵来读刚好，来请福气满溢，福气满溢，溢出来，溢出来，溢出来。你叫伊莫溢落，啊，搁安那一直溢出来。咱是互上帝的祝福来安那。来浸满呢，互咱满出来，安那满出来，主一直的祝福咱，咱就有法度来学了这位上帝。咱来看这个名这是倒位？咱敢有伫这中间？咱敢会使无学了？这就是台湾。咱即马就伫台湾，咱即马就伫这个福气中间。兄弟姊妹，上帝创造福尔摩沙台湾这块土地，咱有感受到无？咱目举起咱的头看天空无？咱兼会使无开出来，学了创造万物，互咱伫福气中的主嘛。自能兄力很弱。弟姊妹，这就是台湾。咱伫这个福气中，咱敢有起来学了咱的主，甲主讲好话啊！啊，台湾有够歹，你看拍开电视，对头嘛甲尾。无骂的人举手，连我家己都骂。咱刚好为着这个土地来学了咱的主，因为咱的主是这么水、这么好，所以学了无困难，举起咱的头，咱伫这个福气中间，主就是互咱这么好的所在，竞选咱，早就竞选咱啊！你甲我是你甲我拢互主竞选，只是安那，你有要回应无？讲主啊，我来啊！我感觉这文化妈妈足勇气的。伊早来教会无啊，佮讲我袂，我嘛袂。兄弟姊妹，你来偌久啊？我知有个人已经来40-50年，还阁还袂讲啊！我考虑一下，考虑，真可惜。兄弟姊妹，主竞选你，就等你讲，我就是我来。主启示，毋是咱人会当决定的。主竞选咱嘛，毋是咱的借口，讲啊，主要竞选我就凊彩活，毋是，这毋是咱的借口。主竞选咱要创啥物，互咱搁较谦卑，毋是咱自夸。
搁较明白上帝伫咱中间，你甲我的作为是啥物？竞选了后呢，预定经文过来就讲预定是一个目的地。罗马你也去看伊迄个登机门，伊的顶头写一个啥？预定，甲圣经的字一模一样。预定是啥物？目的地，登机门，你目的地要去哪里？主经选你甲我，目的地是要去佗？是要互咱得到最囝的一个福气。是咱的主，咱万有的主，要预定你做伊的囝儿，做伊的囝儿要创啥？要做伊的囝儿，主要做咱的头，互咱安那，互咱的性命会当得到安那，得到祝福。教会嘛是主所拣选的，咱拢要诚做安那，甲主来同行。咱伫主的内面，互主拣选做囝儿，主是要爱安那，要祝福互咱。而且祝福互咱，享受互咱的恩典是满满，毋是亲像咱古早讲紧的生几啊囝来做来创啥？来做工啊！咱若做田的啦，若无生囝也无人甲咱养儿防老，无人甲咱做工，毋是。咱的主要接纳咱诚做伊的囝儿，目的是要创啥？享受互咱，毋是要叫咱来做工尔，是要互咱的性命安那。活伫主的内面，伊迄个福气是要用道的，互咱的性命是浸泡在他的福气里面。哇！你要无福气就困难啦。只不过讲你要爱，甲无爱爱尔。主的恩典是敢若古井的水，是溢出来，恩典是要一直溢出来，充充足足的给予你跟我。要互你甲我，而且搁较重要，伊互咱咱若是无明白，伊要爱叫咱知影会当明白，这真重要哦。毋是叫咱糊里糊涂的，伊要叫咱明白。这个圣经内面都有讲，互咱明白主的恩典有偌奥秘，而且咱若毋捌，伊要诚做咱的老师，要甲咱斗阵来行。主要叫咱嘛知影伊，而且上要。将真重要咯，咱要甲伊同归于一，就是咱要甲主来安那来结连斗阵。结连斗阵要创啥？就是要咱诚做祝福了后，别人因为咱来得到这个祝福，因我们来得福。上帝救咱的目的，就是享受伊的恩典，互万物拢伫基督内面，伊做咱的头。咱斗阵来做，毋是看讲咱好就好，毋是，是咱要甲主做伙来做。所以咱就对这个经文中间，咱做一个整理：属天的福气甲地上的福气有啥物无共？当然嘛无共，因为属地就是咱对伊啊，咱朋友啊，咱家庭好就好啊。啊，属灵的咧，咱互主来竞选，要有圣洁、无瑕疵的性命。啊，咱就无，咱这地上的福气咧，上嘛对咱来，所以咱若有属天的福气，地上的福气，咱拢免烦恼。伊安那对咱来，毋是咱世俗人讲安那，毋是咱一般人讲的，讲啥？钱几卡？哈？4卡，咱哪录会着？咱人几卡？你录伊会着袂？录伊袂着啦，总是咱有属天的福气了后，毋是咱录钱。是钱啦，录咱啦，吼！你有弄着，伊满出来、满出来，健康嘛是共款，咱互上帝来做寡主甲咱赦免了后，咱这后壁的地上的福气拢对过来，上帝启示互咱明白伊的奥秘，安尼咱就有所有的聪明甲才调，你免烦恼，你若有主的启示。你就伫即世界中间，你就洞察力，你就知影策略在哪里，你就知影办法在哪里。当然，圣经中间搁较甲咱讲，咱有主的属天福气，咱就得了基业。基业是不止财富而已，毋是干那财富尔。咱搁安那，咱得到上好的基业，就是安那享受福气的耶稣基督。享受福气的耶稣，咱有耶稣基督，咱就有所有的福气。你毋免一个一个去求啊，你一个一个求，你还佫会求老交气呢。所以主感谢主哈，互咱安那定
有了主，咱就有了一切。所以地上的福气是真普遍，但是伫主耶稣基督内面呢，无共款。所以兄弟姊妹，无共款，毋是所有的宗教拢共款，无共款。你若有主耶稣基督，就无共款。伊是万王之王，是你毋知的世界内面，伊上大。咱的同工，伊捌对一个路经过，伊的朋友讲：“哎，来啦来，咱来算命啦。”迄个算命讲：“哦，无，伊户口无伫遮，你免来，你莫来。”兄弟姊妹，你户口伫对？伫天的上大迄位。所以迄落人因知，印记因拢看有，是咱看无尔。咱毋免看有，咱享受主耶稣永远的福气，永远的拯救。这路到，因为这是永远永恒，毋是短暂的。主疼每一个人哦，毋是疼一个两个，伊是疼每一个人，而且伊早就备办一切教育的稳定。有徛喺中，咱看一个高二的学生，迄年伊的阿嬷过身，伊的妈妈得着癌症，骹盘得着恶性肿瘤。伫即中间徛喺伊边啊，就是较悬的迄吼，17岁，一个是伊的同学，同班同学，基隆女中的同班同学。伊的爸爸是家人安乐教会的牧师，伊另外一个是伊的姐姐，是知影因兜的情形，因爸爸，伊甲伊的妈妈总共有7个，连伊下骹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弟弟有5个妹妹，所以总共7个。伊同学的爸爸就带这个安乐教会弟兄姐妹去因兜，伊上会记哩，就是伫因兜的榻榻米，带因祈祷、唱歌、传福音互因。因爸爸是啥物人？恁敢知？毋好甲我讲男人因爸爸啥物人？客家人。请问客家人阿妈棍啦，干硬啦吼。总是上帝稳定教育用早就备办。伊的妈妈虽然过当年离过，这个姊妹，伊伫基隆女中高三上尾一年的开学过身，办告别式，教会的人带一顶伫伊的梦前送伊妈妈2月的代志。3月，伊的爸爸带伊的囝儿逝世拢总，连伊7个拢真侪，全家真侪基督徒。兄弟姊妹，主早就竞选一个，就是咱的姊妹，什么人？咱的丽华小组长吼，今仔日的第6页，这个有见证哈。哦，伊的爸爸做甲足大的哦，做甲副署长哦。即马95岁，伊信主了后，逐工看圣经1点钟以上，我都足歹势1点钟以上，95岁哦，总是丽华姐，伊信主了后，尾伊无搁读大学，伊足优秀，但是伊拢无读大学，就是伊爱顾遮弟弟妹妹。尾结婚了，伊的先生毋是教会人，伊就无法度搁教会，所以伊就无去教会。无去教会，上帝有继续甲伊伫地啊无？敢安尼？后礼拜，伊就要讲见证，吼，吊个胃口，毋好甲伊问哦，吼，毋好透露，已经写好见证，后礼拜就要来做这个见证。主的恩典真正大，无离开，总是主嘛爱咱摕到这个锁匙来开这个方式。圣经就是一个呼召呼召你甲我，呼召什么意思？来，你来读，搁爱去行，毋是干那看尔，看无好，看甲你无关系，爱读，你去开你的心来读。圣灵进行就是一个记号。咱古早以弗所迄个时代咱敢知？因若要买木材去山顶买，以弗所是有一个港口安尼，山顶买好，安那互伊落来？咱若古早日本时代就知安那滚下来嘛总是我若去山顶买木材，我讲来我付钱，
来啊，我这副这片的这个木材拢我的，要砍下来嘛？啊，迄个砍的就甲你砍。请问你钱付了，要安怎证明讲这搭一张柴木头是我的？柴啊，要安怎做记号嘛？对无？每一个砍伐的工人的记号拢无共，你今仔甲我，你钱互我，我收入来，你就会记得记号。你去倒摕？去迄个水池啊遐摕，就开始啊呐，有一个记号。虽然我还无看到木材，总是我知影即个记号就是我的。这无共买主无共款记号，因买土地嘛是安尼，因买土地哦，我买即块土地来预付，互你偌济钱啊，后边吼就安那，伊安那做印记，摕一个管啊，乌一个啥物土砍起来，然后来，这就是你预付的。兄弟姊妹，咱已经是上帝预付。只要咱伫生活中间活出来，安尼咱的成长哪来哪成长，咱就知影主是活尔好。荣耀的主，简单讲，荣耀的主就是安那美好的主啦。安尼你较听有啊？咱嘛较知，咱的主偌美好咧，毋是干那咱。伊有说，搁一遍甲咱讲，毋是咱受到祝福，毋是咱美好的好，咱爱来安那敬拜阿罗这位主。请问？咱拄仔伫咧遮敬拜有好无？赞啊！尤其吼看足感动的啦，吼，迄个喜乐，我咱的彭会长老我7年前拄仔来时阵伊嘛是后来唱得偌有气力的。请问敬拜俄勒敬拜，会搁另外一种讲法，啥物货？是安那咱的敬拜，咱敬拜会安那？会安那？咱的性命有当时会亲像这安尼啦。这是安那？这都是咱的6楼哦。主力即马咱的儿童牧区，咱的性命有当时有一寡拉站，有一寡安那啊鸟事一堆啦。哦，咱的性命有一寡爱献杀的、爱经历的，经过敬拜俄罗主，咱的安那哇！所以敬拜有一个意思，互混沌变啦，混沌变啦。青年甲印啥你知道？不是混沌变水饺，什么水饺？混沌就是乱七八糟，很混沌的世界，咱生命它就混沌嘞。经过敬拜，俄了这位主，咱就安那归位，不要的就丢掉，啊！所以我们要起来敬拜啊，咱来敬拜主啊，来主讲主啊，你是一个美好的主，主啊，你这么美好，我得到这个福气，不是我好尔。别人嘛好，所以咱组织伫遮以弗所的教会起来，一起做傻事。兄弟姊妹，应验无数嘛，要邀请你一起来做傻事。讲的代志，咱斗阵来做。无声吼，来，这是有声的哦。都不是从他的大门进去，他都是从旁边的一个巷子进去，因为大门是锁起来的。妈妈就是在雨薇，这个囡仔叫观雨薇。念上可能就所谓人家说的少一根筋啊。你不要给他吃那种很硬的啦。好，硬啊，食足甜的啊。没有钱买奶粉给他喂饭，大便很像那个你糯米。没有钱哦，他是喝什么牛奶？给他买最贵的，你看，还没有就给他吃稀饭啊。那个很凉哦，那个筋中间不能用到，他会受不了。那你干嘛买2个？一个台湾，2个世界。那个比较便宜呀。这是1919急难救助的家庭，咱教会嘛是甲因有安的关系。什么有在？真的还假的啦？真的，我也是用这样啊。无便所用地啊地啦。甚至他没有洗澡忘了洗，因为他们是用木头去烧开水。之前他身上比较有异味，他们会比较排挤他这样子。被学生被别人骂，他骂干骂自家，当做没听到就 OK。孩子可能在认知方面，起码来讲，这个囡仔语威的故事，那时候我真的很难过，这是我那企业家时候。心里面就一个感动，说主啊，求你让我做他的爸爸。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我们不直接的去碰触个案，
我们所有的关怀，所有都是要，因为我们是蜻蜓点水，可是这样的一份心意啊，是放在我里面，最后成为我很大的一个支持。焦大哥呢，我们的领旗啊，他看了他非常的感动啊，所以这焦大哥他就自己说，那在台湾有那么多那么小的孩子都没有爸爸在照顾，他说我一定要为他们来骑乘啊，他自己立下一个心愿，说我一定要骑10年啊，为着这些像我女儿一样的来为他们骑车，来为他们来募款。那个已经有画的同学，你继续画拿啦。嗨，我是以为。长大了哦，10年以后长大了设哦立。多元美术才艺，他认为他可以在这里学习到在外面没有的，然后他会很多的珍惜，然后又觉得当老师这样付出耐心爱心的时候，他也从我们的身上去学习到，原来他过去被帮助，现在他有能力去帮助人，所以他也愿意就是站在这一块，然后去帮助人的这个角度。我觉得当小老师觉得很快乐，因为能够教导别人，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别人，能够很快乐。谢谢。意志能力很弱。现在大家在流行 FB，2009以前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你？2019是怎么样的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起做傻事的时候，那2009是一个孩子被遗弃、被霸凌、没有希望的孩子跟家庭，却经过10年以后，他不但不用被帮助，他还可以起来帮助别人。台湾最美的，真的不只是那些大自然。有人说台湾最美的是什么？人，你跟我们有人情味，特别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产业，我们哪里只能自己好而已？我们要凭着神给我们的旨意，我们要起来集合，在迦南教会，我们起来，我们一起有份。我们既然领受这个福气，我们就要活出来，使神的荣耀怎样，再被更多人知道，使更多的人都能够来赞美这位上帝是美好的上帝，好不好？我们也一起，因为从明天开始到2月1号，迦南教会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我们也有40位的儿童要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没有收报名费，我们只有那个保证金，就是保证他们一定要自己做到准时，不缺席，甚至于有弱势的家庭，他不用付保证金，只要你能够做得到，只要你能准时来，只要你能好好做功课，10天以后，你不止不用付保证金，迦南教会全人生命教育协会还要给你奖学金。为什么？因为有人需要我们扶他一把，是因为我们也被神扶一把。我们过去被很多人来扶一把，好不好？我们可以到楼下，除了有这个一起来响应因为有这个企业送给我们大补汤，那我们呢就一起来响应。还有我们的社区的姐妹林丽娇把她最美的貂皮大衣这个捐出来那你只要捐给协会，我们一起来做，可以对这社会更美好的事。好不好，亲爱的大家？我们一起来回应神，我们一起要来说：主啊，你是阮上大的瓦壳。虽然主你互万米拢会当这个植物拢会当大汉，总是主伫阮人的中间，伫咱人的中间咱上大的瓦壳是主。咱请起立，好不好？来唱这首歌。清芳的花蕊，清芳的花蕊，青翠的草埔，啥人敬做啥人照顾。上帝做日头，上帝赐风雨，受伊忧愁拢在烦恼。姐姐的
我心满足，城市安详。总是会听人为咱有美梦，伊是咱上大的帮助。耶和华是咱的依靠。就是耶和华，虽然咱看无头前的路途，上帝知影，上帝开路，道道伊是好，向伊来学路，伊是咱上大的依靠。就是耶和华，虽然咱看无头前的路途，上帝知影，上帝开路，道道伊是好，向伊来学路，伊是咱上大的依靠。主，你是阮上大的依靠，阮要感谢阿罗你。主啊，阮就是放心靠伫你的身上。主啊，你就来带领阮头前的道路，因为主你知，这时的阮已经无开力啦。主，这时的阮毋知头前的道路，总是主你圣神的手要牵阮。行伫主你的正路，行伫主你的真理内面，主我们享受你属天的福气，这地上的福气就对了阮了。主，阮感谢你，也嘛互阮起来，为着阮身躯边的人，特别是阮的至亲，因也袂明白主，因心生行无路，无想要活。主，你听见了。主，你透过为连月老师今仔日伫酒吧伊阮来讲话，兄弟姊妹，你若有想讲无要活的朋友啊，请你来看第7页。主透过为连月老师救真济人，就是要邀请你。你若是活袂落去，请你想一个美好的代志，请你想一个啥物人关心你，敲一个电话给伊，甲伊来见面。你会使记伫牧师的电话，你会使连接伫主，主要听见咱的祈祷，因为主是赏赐活命的主，伊无放弃你甲我，伊一直拢伫底。只要咱愿意来呼求，呼求主就是咱活落去的动力。主啊，救我！主啊，救我的朋友，我的至亲。主啊，你扶持帮助阮。主，你听见了，主你已经伸手帮助扶持帮助阮了。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若是恁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恁的感恩。谢谢。是命你有应告这是是可迷日黑何处为应告你把你过我的主爱你为着我赎罪
家，通通好运来求来。请起立。我的情献乎你，献出龙难离弃。我的在情你相诉，更愿献你最起故。阿门。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俄罗你，感谢你带领阮这一礼拜，充满你的恩典，充满你的疼惜，因为阮知影你是阮一生上大的倚靠。主啊，阮嘛要来诚做一个多结果子的门徒，求你带领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会当在即个事工中间，甲你三角结连。这是阮要奉献阮的时间、财力、金钱，诚做你圣工的路用，求你亲自加甘。安尼感恩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请老牧师报告。咱三角为着三项代志先来祈祷哈。头一个，咱来接受上帝启动的这个7个成长的动力已经备办好，总是你爱接受哈。咱嘛爱来普通时代爱来开启哦哈。用上帝互咱的这个属天这个锁匙，咱来开启，逐工来读圣经，信心甲咱伫地，咱来学罗这位上帝。第二，咱要为着这个节期了后，咱有足侪福音的朋友伫咱中间，咱小组聚会，咱嘛是为着遮个朋友，咱拢开始开动了幸福列车哦哈，所以咱来邀请福音朋友。已经有参加这个咱福音餐会，甚至伊无参加嘛无要紧，总是你邀请伊来小组吼。第三，咱为着2019年教会事工计划来带祷，特别是为着后礼拜和会咱要开和会来祈祷，请咱开嘴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主啊，你是阮的主，主啊，你为阮备办一切教育的恩典，特别是主你伫台湾这个土地。主你早就备办遮个，主你的拯救早就临到伫阮的中间。主啊，你互阮真正会当醒悟起来，阮就来接受主你的恩典。主，阮就来每一工读主你的话语来开启，主你要赏赐互阮这丰富的基业。主啊，特别是阮会当活出这个福音的大能，互这福音朋友会当伫阮的中间。主啊，因为主你的听就是要爱有侪人得救。主啊，因为主你才是阮的愿望。主啊，为着阮这个事工，特别是和会后礼拜。恳求主你来掌管，主互阮更较知你的心意。透过教会，主阮会当互人来信主，而且真侪门徒多结果子。主阮感谢你，听阮的天父感谢主，你互阮有祈祷的权柄。主阮更较感谢你，你互阮有自由的意志。主阮只要接受。我只要接受主你的恩典，主，阮的性命就会有新的。主，恳求你来帮助阮，帮助阮四周的人。主，互阮会当活出福音的大能。主啊，互阮会当去招更较侪万百姓。主啊，诚做你的囝儿，诚做主你的门徒。主啊，互这个台湾，因为主你的福音，互阮是有愿望的。主，互阮活起来，台湾这个土地真正诚多美丽的宝岛。主啊，恳求你透过伫教会后礼拜和会，互阮所做的下主你心意，恳求主你来掌管。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要来先来欢迎咱今仔日伫咱中间的朋友哈。咱要为着李红花李红花毋知伫什么所在咱要来欢迎欢迎你哇，少年的哦哈，好，欢迎回来台湾过年哈，好，来我们再来欢迎蔡美珍。蔡美珍，我们欢迎，上帝赐福于你，再来我们欢迎杨舒涵，舒涵，嗨，在他旁边的我们来欢迎哈，好，那我们应该还有一位黄其清弟兄对吧？欢迎你咱阮道乡的亲戚
好啊，咱嘛要欢迎足久无转来咱中间啊有我除了蔡龙德弟兄，啊，甲你一起咱欢迎啊。同是永远的故乡，是不是？哦，赞啊哈！还有谁？哦，科长了哈，呼呼，咱欢迎哈，足久无伫咱中间啊！哎呀，啊，即句吼，这我唔敢讲嘿。好，感觉阁有足久无伫咱中间呢？歹势，我有当时无看到。哦，咱等一下当互相来拍招呼，楼顶敢有？哈，足久无伫咱中间的有无？好，若无咱来看周报敢好？哈，咱来看第一页，你若是头一遍来哈，这个周报哈，啊，咱会使打开第一页。啊，第二个小会消息，第一条就是后礼拜第二场，咱要召开定期的会员好会，所以相关的名单吼，伫公布栏吼请咱来注意，你若有发现有啥物重大的请你毋免客气，来咱的即个书记简忠义长老来提出吼。你若袂当来吼，请你一定要用书面来甲小组长，还是甲简忠义长老提出来请假。第二，合会手册已经准备好哈，伫咱咧拄则入门迄个所在，一家会当摕一本啦哈，敢若册吼，即礼拜好好读哈，吼看有清林罗米吼，若有疑问的吼，后礼拜咱会使提出来，吼提出来来问嘛好哈，咱就是教会就是大家的哦吼，好请咱来去提合会手册哦。第三项就是3月初3已经第2遍圣礼典吼。请咱就是要洗礼，请游牧师还是行政干事来报名哦，要把握机会哦，哈！2月17以前哈，来，咱来看周报，这第10项灵命更新哈，就是拜5的祈祷会，咱对2019年开始哈，咱是拢伫个主日的时阵啊哈，就是亲像拄则咱10点15伫个遮祈祷哈，甲小组的时阵，咱大家斗阵祈祷。总是伫每个月哦，哈，伫即个第4个礼拜的礼拜3哈，咱要举行即个祷告见证会哈，这边是第5区来见证哦哈，所以请咱来准备，嘛来甲时间准备好，咱斗阵来参加，来见证上帝是全能的主哈。咱来看社区的消息，咱生命教育哈，咱们做大有国章甲头小，咱真需要生命教育的志工哈，请咱来回应，你若有时间，你免烦恼袂晓教吼，咱会来备课。另外吼，拄则咱有讲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吼。咱伫楼骹是即个募款咯吼，总是咱搁较需要志工，因为咱为着要省钱吼，咱即个午餐咯吼，咱拢爱来煮吼，所以咱需要有志工吼。咱星期1到星期5，你无一定每一工每一顿拢爱来煮啦吼。总是你若下你来。添即个志工哈，咱来咱的义军哈只是伫楼骹会登记哈，咱会使来登记来斗3工哈。好咱来看即个生命教育嘛，是后礼拜伫合会了后，咱要召开会员大会哈。咱要来看一个肢体消息，无看伫遮的，就是咱的淑清长老的婆婆，就是沈世成弟兄的妈妈。吼，伫当礼拜是蒙主运调吼，伫新营吼，所以伊要伫个要过啦，就是即个礼拜6吼，26号吼，伫新营教会早起9点半要举行即个个别礼拜吼，请咱为着因来祈祷。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今仔金句咱3个来读2遍，请。要互伊的荣光对阮大心望伫基督的人得到阿乐。以弗所书1章12节，搁一遍哦。要互伊的荣光对阮大心望伫基督的人得到阿乐。以弗所书1章12节。以上。会众请起立，咱来念上言圣诗391首，俄罗天顶主宰，俄罗天顶主宰。吟诗煞，请老牧师教导。
兄弟。